好，咁我哋咧就望一望咧，你嘅藍色練習簿啊，104頁啊，104頁。OK， 104頁。咁啊，同頭先我哋講嗰個例子好相似嘅，啱講個例子好相似。咁咧，我哋望一望 demonstration one 啦。咁其實佢呢一條咧，佢就係一個平行四邊形啦。OK，佢揾咗平行四邊形嘅面積先。咁其實就係頭先我哋個 base area 啦。平行四邊形嘅面積係底乘高，即係5乘6，得唔得？所以就30。然之後乘翻個9，個9喺呢一度咧，其實就係我哋頭先嗰個高度啦。OK， 個 height 就高度，所以底面積乘高就會係佢體積咯。OK， 體積，所以就係底面積乘高，得唔得？咁你望翻呢一條，隔離呢條第一條啦，佢哋揾個 volume 喎，得唔得？你揾 volume，首先第一樣嘢我哋當然揾個底面積先啦。OK， 均勻橫切面嘅底面積，咁你就要揾個 base area 啦。個 base area 咧即係個底面積啊。OK， 咁就會係10乘以7除2啦，得唔得？咁啊35 cm 二次。咁個高係乜嘢啊？個高就會係呢一個啊嘛。咁個12就係個 height 啦，咁所以高。咁所以咧個 volume 就會係 base area 乘翻個 height 啦，即係底面積乘翻個高啦。OK， 咁所以喺呢度就好簡單啦，就會等於35乘翻個12啦，得唔得？cm 3次。OK， 咁啊350加70，咁其實就會係420 cm 3次。OK， 咁啊呢一步其實你哋可以唔使理佢嘅，呢步我心算嘅啫，你哋就咁撳計數機出420就 OK 嘅啦，得唔得？咁記得你就要寫最尾呢一度嘅3次方。OK， volume 係有3次方嘅。